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慎思明辨 channel。呢個 channel 真係出去分享一啲我對時聞時事嘅個人觀點嘅。嗱，今日呢條片咧就講得真係相當輕鬆啊。點解咧？昨晚比較緊張啊，即係點解咧？因為有個學者又話呢個要喺直播節目嘲笑我，又話要用事實打臉我，我真係好鬼驚噶嘛，係咪？咁啊，所以咧就誠惶誠恐地拍咗琴日嗰段片，咁啊即係講清講咗佢啦，係咪？咁結果咧，今日咧就有朋友就通知我直播開咗啦，做完咗啦咁樣，我真係冇乜記掛呢件事啊。咁咧就我事後就睇翻少少啦，咁咧朋友都 cap 咗條片俾我睇，咁睇翻少少啦，我睇哇唔係咩趙博係開咗名添弊，即係唔係啊？係嘛？你喺節目裏邊三番四次話我出片攻擊啊吳志森，攻擊啊呢個徐少華，攻擊啊蕭若元先生，唔係啊嘛？有冇可能啊？啲片我寫晒稿㗎，好清楚嗰啲稿仲喺度係咪？咁啊當然會唔會喺節目裏邊，即係喺錄影嗰陣，我心直口快講咗啲唔應該講嘅嘢咧，咁我當然咧就好小心，好擔心自己把口唔收啊嘛，係咪？咁咧我就亦都係諗住咧就逐條片咧自己聽翻次，睇下冇問題。咁啊喺講呢條片之前咧，咁啊當然要利申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即係話趙博都喺節目開咗我名咯，又掛咗啲我哋啲交往嘅過去嘅歷史啦咁樣啊，咁啊所以咧我都要利申先。咁首先咧我係認識阿趙博先生嘅，識咗佢幾年㗎啦。咁咧就亦都去過佢香港嘅家居嗰度參觀，亦都係交流咗啲相機嘅話題啦。教就唔好講啦，呢啲嘢大家研究下啫。咁啊喺英國咧我都係拜訪過佢嘅，咁啊亦都係參觀過佢屋企相當精緻嘅一個書房工作間啦咁樣嚇，咁亦都好多謝佢俾我去登堂入室啊。咁啊 OK， 咁啊交代完啦，咁就咁啊交代完呢個歷史啦。咁我認識阿趙博嘅嗱，既然咧我過去最擔心就係話啲説話就話我認識佢。咁啊就所以咧就有啲嘢就住，咁你知啦，呢次唔認識阿趙博都去到咁盡咯。咁啊喺節目裏邊三番四次話我出片攻擊人，咁鬼坦白，一啲都唔留口，係咪？咁啊你知啦，我哋啲人話到口中留半句噶嘛，趙博但係講到明三番四次話我出片攻擊，咁咪攻擊啲咩咧？攻擊話我係話佢哋發盲，哇！我真係擔心喎，喂！阿趙博，你有冇睇過啲片啊？其實係咪嗱？我就真係好擔心大家引起大家誤會，因為趙博啲 fans 相當多嘅。哇！趙博而家節目裏邊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話我話人哋發盲，咁真係啲人真係覺得喂，伍 Sir 你鬧人發盲唔啱喎咁樣，我真係有啲擔心噶嘛。咁啊，所以咧喺今日咧，我就特登係做咗一個措施先。首先咩措施咧？呢個措施咧就係我喺我嘅喺我 Facebook 咧，今日就新開咗一個 fan page。一個 fan page 點解要開咧？我想將我嗰條片嘅整個 script 嗱，唔係我寫稿啊，我將我嗰條片出咗一個中文嘅 script， 有埋時間喺裏邊，大家清楚我幾分幾秒講過啲乜嘢，我將我影片嘅噏過啲乜嘢嘢就擺晒上去呢個 fan page 嗰度。個原因咧就係我啲攝影 fan page 唔想搞到咁垃圾啊嘛，係咪？我又冇地方擺，又唔想擺我 Facebook 嗰度，係咪？咁啊，所以咧我就為咗呢單嘢，就今日就開咗一個慎思明辨嘅 fan page 就喺呢度啦，大家可以睇一睇啊。咁啊呢個而家咧就只係得幾個 post 嘅啫，係因為就住今日嘅需要，就求其擺幾個 post 出嚟。咁咧我首先咧亦都係擺咗我個 script 出嚟啦，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上高 download 咗我成個 script，即係 copy and paste 咧，唔係咩 download 嘅。咁咧你中意用任何嘅嗰啲 Word 啊之類啲軟件，你喺嗰度 search 下，睇下裏邊究竟我點樣講發盲呢個字 ，OK？ 睇下我究竟喺裏邊點攻擊法，大家可以做一個客觀啲評論啊 ，OK？ 即係睇下我點攻擊啊嘛。亦都咧，我亦都將吳志森嗰段影片。吳志森先生講嗰條影片係啦，佢都將佢嘅 script 擺埋出去，係啊，我好義務㗎，義務將吳志森嗰段影片嘅 script 字幕都擺埋。佢條片本身冇字幕嘅，我啊幫佢做埋，咁啊將個 script 亦都擺埋上呢個慎思明辨嘅 fan page 嗰度，俾大家睇下吳志森當日講過啲咩説話，導致我要拍嗰條片同佢做一個請教交流嘅説話。咁啊至於阿趙博今日講過啲咩咧？點三番四次咧？我係同大家睇下一齊睇下佢趙博先生究竟今日
點樣即係對我即係做一個即係指點指導，咁啊睇下佢究竟點講先啊。OK，揾翻條片出嚟先，我係剪咗出嚟嘅幫佢啊。你知佢段片好長啊，要剪呢段都好花時間噶嘛，係咪 ？OK，大家一齊嚟聽聽阿趙博先生點講先。阿趙博唔好意思啊，咁啊都係要剪你出嚟噶啦。結果咧，佢就係出咗好多個影片攻擊阿徐少華、吳志森同埋蕭若元先生，就話佢哋講話關稅違憲係假新聞嚟嘅，美國法院冇咁講過。咁啊嗱，首先我考證咗第一點啦，美國嘅主流媒體係有咁講過嘅，而且係唔少主流媒體咁講過。嗱，呢個第一個話我鬧佢哋啊，所以咪好簡單啫喎，呢個邏輯。伍 Sir 佢仲周圍真係攻擊人哋，話人哋曲解，話人哋係發盲。嗱，大家有唔同意見唔緊要嘅，但係你指控人哋係發盲喎，喂，唔係淨係 CNN。嗱，呢個係第二個話我，所以咧話人哋係發盲。邏輯好清楚嘅喎，呢個係佢就指控其他人係發盲喎，呢個。咁我就覺得咁樣不能諒解啦。咁樣就係大家唔同意見可以切磋嘅，可以互相討論嘅，但係你立亂指控人哋係發盲，而呢樣嘢喺美國好多主流學者都係第三次話我鬧人哋發盲，咁咪冇用咯。所以啲侵粉係唔識歷史嘅，唔講事實嘅話你發盲嘅，然後話自己唔係侵粉嘅。OK， 第四次話我發盲，話埋我係侵粉添，我真係唔係侵粉嚟嘅。Donald Trump 做到啲衰嘢，我會照講嘅。IC 有衰嘢，我都照講嘅。OK， 唔緊要啦。咁呢條片啊，大家就阿趙博啦，就清清楚楚啦。喺影片裏邊直播就話咗我4次攻擊，四圍攻擊吳志森先生、徐少華先生、蕭若元先生。OK， 個原因咧，原因唔好講啦，講事實啦。究竟我有冇攻擊佢哋咧？嗱，我又真係相當公道嘅。嗱，我個 script 擺出嚟啦，大家睇下我。嗱，其實睇片係最好嘅嚇，俾翻條片，大家你可以上去睇，因為我冇嚟喺呢度播出嚟噶嘛，係咪？咁咧就最簡單，你可以去我啱啱開嗰個慎思明辨嘅 fan page 嗰度，喺嗰度咧就copy 嗰個 script 出嚟咧，你自己睇下，但係都唔重要。我覺得即係自己睇，喂，伍 Sir 你自己講冇用嘅喎。嗱，我好公道嘅，我咧就揾咗3個 AI 工具，3個夠㗎啦。咁咧就同我要求佢哋客觀地分析，究竟我段影片有冇邊一忽鬧到佢哋咧？有冇講過佢哋任何人，例如吳志森係發盲咧？咁咧我就準備分幾條獨立嘅片，即係一條片分析晒3個人嘅影片太長嘅，我今日淨係分析吳志森嗰段片先，跟次序嚟做。喺做之前咧，我亦都想俾大家聽下呢段片咧，其實吳志森原先係點講先，即係點解咧？你都知道我點解要拍呢段片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先同大家又睇睇吳志森究竟喺拍咗出咗段咩片。導致我要拍條片同佢討論下佢點解鬧人發盲咧？唔係我鬧發盲，係吳志森啊！咁啊，所以咧我就先做咗呢段片嘅。咁啊，由於阿趙博將件事撩起咗噶啦，咁我唯有就再講多次啦，係咪？所以咧就吳志森先生唔好意思啦，又將你擺咗出嚟呢次又OK， 揾段片先。於無物視憲法於無物，即係違法嘅，係違憲嘅。嗱，大家一齊睇睇吳志森喺段片點樣講法先啊？係違法嘅，係違憲嘅，係越權嘅。因為徵收關稅咧係國會嘅權力，唔係總統嘅權力。佢嘅發言之後，我覺得哇，呢個總統咧，即係完全視法律於無物啊！視憲法於無物。一個發盲嘅總統對美國嚟講有幾危險咧？對世界嚟講有幾危險咧？佢對憲法嘅無視或者係無知，徵收全球嘅對等關稅咧係違憲嘅。發盲嘅侵粉之道都話阿侵呢個做法係違憲、違法、越權。點解我禁運又得，摧毀其他國家又得？你唔俾我徵收$1嘅關稅？呢個就係發盲總統先至能夠講啲咁嘅說話。我可以摧毀其他國家，摧毀佢哋嘅經濟，可以實施禁運，你唔可以俾我徵收佢哋$1嘅關稅，係咪好荒謬啊？你聽完之後
你覺得特朗普個講法係咪好荒謬啊？佢根本不知憲法為何物，亦都係絕對唔尊重憲法。呢個法盲嘅總統咧，其實唔單止危害美國，亦都危害全世界。我可以摧毀貿易啊！呢個原話嚟，我可以摧毀貿易。O.K. 嗱，趙博好清楚啦嚇，法盲咧係吳志森先生喺佢嘅影片裏邊不停咁用法盲嘅總統、法盲嘅侵犯、法盲嘅總統、法盲嘅總統、法盲嘅總統好多次。O.K. 係佢講嘅，咁啊喺我影片咧，我轉載咗段影片，所以咧影片聽到有人講法盲咧，就係吳志森先生嘅聲音，就唔係我嘅聲音。咁啊，至於我喺裏邊係點樣講法咧？咁咧我就交咗俾幾個 A.I. 去做。咁啊，例如咧，我揾咗呢個Elon Musk 嗰個嚇嗰個 A.I. 啦 ，Crop 呢個啦。咁咧我就俾大家睇下個文件點講，我都俾大家讀一讀嚇。咁咧就呢個咧，佢同我分析嘅慎思明辨 channel 嘅影片字幕，評估影片內容是否公平公正，有否過度攻擊或人身攻擊，以及有否使用法盲等標籤反過嚟攻擊吳志森先生。咁咧就佢呢一個報告咁講嘅，吳志森先生嘅影片咧近20分鐘，多次使用違憲、法盲、視憲法於無物、視法律於無物等強烈用詞，統計超過12次。嗱，我將個字幕都兩個字幕俾晒 AI 去睇嘅，佢形容呢個特朗普喺最高法院 IEEPA 嘅關稅案嘅行為及言論慎思明辨影片約21分鐘，哇，好鬼清楚啊！針對吳志森嘅言論，上述論述提出回應，重點討論法律解釋分歧與用詞精確性問題，並多次引述吳志森原片內容進行對照分析。咁咧就詳細分析呢度啦。佢就話是否公平與公正呢？分析結果係非常公平。AI 講㗎，呢個 Crop 講㗎嚇。分析者明確承認最高法院6-3裁決嘅權威性，並多次重申我絕對尊重最高法院的判決，特朗普也很尊重判決。呢個係我嘅對白。OK， 亦都係話睇到個 script 係承認吳志森部分基礎正確，我即係話咧，徵稅權原則上屬於國會嘅，咁呢部係承認咗吳志森係正確嘅。同時指出3位保守派大法官異議意見嘅存在，顯示呢個係法律授權解釋嘅分歧，而非一面倒嘅違憲。分析者並無隱瞞不利己方嘅信息，即係我不利我信息，我照講晒出嚟，亦冇扭曲吳志森嘅原意，態度中立。嗱，呢個係 AI 分析嚟㗎，其中嘅 AI 啊，有冇過度攻擊吳志森先生呢？ AI 分析係沒有，佢嘅解釋就係全片批評焦點僅限於論點，用詞選擇、語境嘅理解，屬於典型嘅內容批評。OK， 多次使用緩和善意嘅表達，例如裏邊講過啲咩呢？我希望與吳志森先生進行一次同行間友好和平的討論，呢個我親自講過嘅 AI 發現咗，亦都我有講過，我當然尊重吳志森先生，亦都就我講過，不要緊，你照講，純粹做一個內容討論啫。最後想同吳志森先生再打個招呼。嗱，呢啲 AI 揾到我 script 講過説話，佢話咧 AI 都揾到我稍為重有2句説話喎。邊2句呢？第一個真的有點過分了。嗱，我認為吳志森啲説話有啲過分。大家剛才聽到佢批評Donald Trump 嗰啲語氣，你覺得係咪過分咗啲呢？咁呢個我評論㗎嘛，各抒己見啦嚇。使用呢個討論，使呢個討論變成情緒宣泄，我真係覺得吳志森喺嗰段片裏邊係宣泄緊啲情緒嘅。嗱，咁 AI 就認為我呢2句説話都係針對論述嘅手法啫，而並非對吳志森先生嘅品格、動機或者個人嘅能力做批評。以事論事啊嘛，係咪 ？OK， 即係對事冇對人啦嚇。有沒有罵吳志森先生法盲呢？ AI 嘅分析完全沒有。影片中所有出現法盲2個字，均為引述或者反駁吳志森先生對特朗普嘅標籤時候講嘅。分析者使用反諷嘅手法指出，
話我用反諷喎。如果說他發盲的話，等於你說這3個法官都是發盲嗱。係啊，我講過有人發盲。如果發盲，咁3個法官都係發盲啦。但係呢個指責發盲唔係講吳志森啊，我話法官都可能係發盲啫。如果咁樣嘅情況，目的係突顯吳志森用詞過火嘅邏輯後果，而非反過嚟攻擊吳志森本人。呢個 AI 分析嚟嘅，經過逐字檢查，影片內冇任何一句直接、間接或者暗示吳志森先生發盲。嗱，你 AI 分析嚟㗎，你俾錢佢都係咁分析㗎啦。整體是否憑道理而非人身攻擊呢？答案啊係是，佢分析咗我並整體只係憑道理而唔係人身攻擊。整條影片嘅核心圍繞住3個專題去講。第一個，我主旨係講 IEEPA 嘅條文 regulate 係是否包括關稅，係討論呢樣嘢。第二，特朗普嘅原話I can destroy but can't charge $1，正確嘅語境係乜嘢？係講緊 allowed 同埋呢個 will do 嘅分別喺度。特朗普唔係講 will do， 佢即係話佢 allowed 咁解啫。我就係講呢個語境。咁第3點咧，佢話咧，我講嘅圍繞呢段影片講嘅咧，就係話法律評論應該使用嚴謹嘅字眼。我呢輪嘅所有片都係講緊新聞報導，或者係新聞嘅解釋，關於法律部分你要相當嚴謹。我裏邊講呢個違憲同埋超越法定授權之間，你唔好混淆呢樣嘢。佢咧就 AI 就分析啦，分析者全程以法律專業角度出發，唔係我引述啲法律啫，我唔係法律專業。並引用最高法院嘅判詞。嗱，大家唔好再逃避，再 spin 走呢個 keyword。而家講緊法院有冇判違憲？唔好話有冇提過呢個字 ，OK？ 異議意見，特朗普原文屬於典型嘅就事論事。OK， 結論啦，結論就慎思明辨 channel 嘅呢條影片，在公平性、公正性及克制程度上達到高標準。趙博 AI 話我高標準地公平、公正同克制啊！沒有任何低級人身攻擊，沒有反過來使用法盲等標籤攻擊吳志森先生，整體態度尊重，論述充分，語氣克制，屬於健康嘅同行內容討論。阿趙博，你去嚟我個慎思明辨 channel copy 我成個 script， 你去自己去分析多次。你如果有唔同嘅結果，我歡迎你出條片指正我。OK。評分咧，佢俾個評分，公平公正10分，佢俾9.5分；避免人身攻擊10分，佢俾足10分；論述嚴謹度10分，佢俾9分；整體中肯度10分，呢個 AI 俾9.5分。OK， 咁啊建議唔講啦。喂，呢個 crop 你會唔會唔公平啊 ？Elon Musk 嘅喎，咁樣 OK。我睇第二個嚇，我睇第二個係高高嘅 Gemini。第二個係啊，好悶呢條片，集中淨係講吳志森呢段片。嗱，呢個咧亦都係 Gemini 做嘅慎思明辨 channel 關於特朗普關稅案之法律評論影片。咁咧就佢提到呢樣嘢嘅，呢段影片展現出極高水平嘅理性思維與法理基礎。評論者嘅核心，評論者即係我啦嚇嘅核心在於區分法律授權嘅解釋爭拗以及違憲呢兩者。喺當前嘅政論環境中咧，能夠將政治立場同法律技術層面分開討論，實屬難能可貴。呢個係 Gemini 嘅分析啊，我冇俾錢賄賂佢㗎。關於公平公正嘅分析，論者在引述吳志森先生嘅觀點時，採取了還原語境嘅做法，而非斷章取義。特別針對特朗普關於摧毀貿易嘅言論，評論者解釋了這是一種歸謬法嘅修辭，這比單純指責其發瘋，我冇講過發瘋啊，更符合事實分析嘅標準。關於人身攻擊嘅澄清，經仔細閱讀，評論者完全沒有罵吳志森先生發盲。阿趙博唔好屈我啦，屈咗我4次啊！
相反，評論者喺分析吳先生使用該詞嘅頻率，每90秒一次。吳志森喺條片裏邊平均每90秒就鬧一次 Donald Trump 發盲之類啦嚇，或者仲有其他嘅話佢呢個唔尊重憲法之類啦、違憲啊之類啦，及其對價值質量嘅評論嘅影響，評論者甚至在面對吳先生將支持者標籤為親粉發盲嘅挑釁言論下，仍然保持冷靜，僅以這是他的意見大過，我連呢句都冇同佢拗啊！ AI 發現我輕輕大過咗，展現出極佳嘅風度。阿趙博，你有冇我呢種極佳嘅風度啊？我準備將你今日直播條片交俾 AI 做同一個分析，睇下你對我嘅評論會唔會都係極佳風度。關於評論嘅嚴謹度，評論者找住了法律辯論嘅核心，6-3判決結論，這有力地證明該案並非常識題，而是存在深刻嘅法理分歧。如果9位大法官中有3位支持特朗普嘅法律解釋，那麼將特朗普定義為發盲或者視法律如無物。呢個係森哥講㗎，sorry，森爺講㗎，在邏輯上邊站不住腳啊 ！AI 話森爺站不住腳係咪我話 ？OK， 佢評分啦。評分公平公正10分，俾我9.5分，願意承認對方部分論點，如國會收稅權並完整還原對方嘅語境，我絕對冇歪曲吳志森嘅説話，避免人身攻擊，一樣10分俾10分，因為我根本就冇攻擊吳志森，面對標籤化嘅言論，依然專注於理論嘅理據嘅辯論，並無任何辱罵字眼。論述嚴謹度10分，俾我9分，精準區分法律授權與憲法層面，並運用判決比例6-3作為論據。整體中肯度10分，俾9.5分。第二個 AI 俾9.5分我啦，展現咗就事論事，即係以事論事啦。我講明我係對事唔對人㗎嘛。嘅評論標杆，哇標杆啊！佢話我係標杆啊，語氣平和且理性，今日都好理性啊。OK， 建議唔講啦。嗱，你可能話俾呢兩個都係右傾保守嘅 AI 啫，我揾個最左傾嘅 AI 同大家講，最左傾嘅當然係 ChatGPT 啦，好多人都叫我唔好用佢噶啦，咁鬼左傾，但唔緊要，睇下佢點講啊。呢份咧就係 ChatGPT 同我做嘅報告。俾大家睇睇先，因為太多字喺度啊。OK， 呢份咧就係2026年2月28號，即係拍條片嘅今日啦嚇。分析單位就 ChatGPT， 分析方法，本報告依據吳志森影片嘅字幕，我俾埋佢㗎，含有違憲、發盲、視憲法於無物等用語，以及摧毀國家核戰禁運延伸。OK， 同埋包括我嘅影片含引述段落與你本人嘅段落，並且特別注意哪些段落屬於你引述對方，因為我哋兩邊引述咗吳志森嘅2段影片，我提醒 ChatGPT 唔好撈亂啲文字啊，你分清楚邊啲係我講嘅，邊啲係佢講嘅。OK， 重點嚟啦，整體評估公平性與公正性。呢個咁左嘅 ChatGPT， 我真係發覺佢左啲嘅。你整體立場屬於批評對方用詞過火，嗱佢真係唔同少少啊，比較傾向偏幫啊，唔係偏幫，傾向話我係批用詞過火，強調報導與評論嘅區分，強調法律分類嘅精準性，並指出判詞未直接裁定違憲。即係都有個話我係用詞過火，唔係喎，我批評對方用詞過火喎，唔係我用詞過火 ，sorry 我睇錯咗啊！你沒有刻意截斷對方嘅語境，即係我完整還原吳志森嘅語境，冇捏造對方未講嘅內容，因為我俾埋吳志森嘅 script 佢睇，佢對我個影片講嘅嘢咧就核對吳志森有冇講過，把對方動機妖魔化，沒有啊！
你沒有把對方動機妖魔化，我係冇造謠生事啊！你沒有使用嘲諷式嘅言語，你亦多次明確表示尊重對方，歡迎討論，不想開戰。我好怕事嘅，我唔中意開戰噶嘛。從文本上看，你的批評屬於針對論證方法與措辭，而非針對個人。阿趙博，第三個 AI 啦，屬於理據層面嘅辯論，是否存在人身攻擊啊？嗱 ，AI 同我分析啊，根據字幕嘅全文。嗱，趙博，你唔相信我俾到全文 AI 去分析咧，你就去我呢個慎思明辨嘅 fan page 喺嗰度咧，你可以 copy and paste 兩份 script 我做晒出嚟噶啦。咁你可以 copy and paste 你俾你嘅 AI 去睇啦，或者你啲博士級 AI 勁啲啦，係咪？根據字幕全文，你沒有稱吳志森為發盲啊！我真係冇鬧佢發盲噶，沒有質疑其專業能力。沒有指控其動機不純，沒有使用貶義形容詞針對其人格，你點能夠話我鬧吳志森呢？係咩？當然關於另外兩位，我拍過另兩組片，再分析多次啊！你用嘅批評詞包括過火、標籤凌厲，使討論變成情緒宣泄。大家剛才睇咗吳志森嗰段影片，我剪輯嗰段嘅發言，你會唔會覺得吳志森有啲過火呢？你可能同意我，或者唔同意我。你有冇覺得吳志森啲標籤相當凌厲呢？你可能同意我，可能唔同意我。有冇覺得吳志森嘅討論變好似一種情緒宣泄呢？我覺得吳志森先生係真係嗨嗨地啊，真係啊。OK， 唔緊要 ，AI 話我呢啲修辭點樣啦？這些屬於修辭批評，不屬於人身攻擊，整體控制得相當克制。我今日都好克制啊，趙博。OK， 論述嚴謹度強項，清晰區分呢個呢個係法律嘅解釋同埋呢個憲法嘅判決。OK， 引用咗6:3作為存在法律分歧嘅證據，指出判詞未使用違憲字眼這一文本事實。AI 都話呢個係事實嚟嘅，強調報導標準與評論標準嘅區分。呢啲都屬於法律評論中較嚴謹嘅做法。AI 都唔係無中生有㗎，佢都係根據大數據去批評我啲嘢嘅啫。較易被挑戰嘅地方，嗱 AI 就分睇埋我邊啲地方比較容易俾人挑戰啊！將尊重法庭幾乎等同遵從判決，佢覺得我偏幫 Donald Trump， 使用特朗普沒有這個意思這類帶動機判斷嘅詞語。ChatGPT 唔滿意我偏幫 Donald Trump， 這些並非錯誤，但屬於邏輯上略為延伸咗一步，即係話我想多了啦嚇。整體而言，仍屬於一般政治評論嘅嚴謹度。雖然係咁，都係仍然嚴謹嘅。OK， 究竟我呢個評論 ChatGPT 認為中肯定唔中肯呢？你影片呈現嘅風格係冷靜、結構清晰、反覆回到文本，即係冇偏離個文本，避免情緒化嘅反擊，即使對方使用文盲，對方係吳志森講文盲，不是我啊，趙博，是憲法於無物，吳志森講嘅，唔係我講㗎。呢啲強嘅字眼，你並未對等反擊，我完全對呢啲詞啊冇用過對等嘅詞語去反擊，我唔需要反擊啊，佢講嘅嘢啫嘛。整體屬於偏理性嘅辯論型，3個 AI 都覺得我相當理性啊。OK， 俾結論啦。根據提供嘅字幕，你沒有罵吳志森發盲，3個 AI 都話我冇鬧佢發盲，沒有做人身攻擊，主要批評對方用詞同法律嘅分類，未刻意誤導對方嘅原意。屬於針對論證方式嘅批評，清楚啦，趙博。AI 話你屬於法律技術型嘅評論者，而非情緒對抗嘅評論者。然後評分啦，公正性10分俾8.5分。嗱，我真係唔滿意啊！呢個真係傾咗㗎。公正性
低咗啲，人哋俾9.5，佢只係俾8.5，拖低晒我啲分，避免人身攻擊10分俾9分，人哋俾10分嘅喎。論述嚴謹度10分俾8分，真係覺得我唔係太嚴謹。整體中肯度10分，只係俾我8.5分，爭咗少少。OK， 咁啊，我同大家講啦嚇，咁啊其實咧。咁樣分析啦，3個撈埋一齊咧，我同大家講下3個 AI、ChatGPT、Crop 同埋Gemini 3個比分咧，得個平均分係公平公正，我攞到9.17分，10分攞到9.17分，接近滿分咁滯咯喎。避免人身攻擊10分攞到9.67分，3個 AI 撈埋我接近攞滿分啊，趙博。我冇人身攻擊度啊，論述嚴謹度只係得8.67分，我有啲唔滿意，因為 ChatGPT 拖低咗。整體中肯度雖然比 ChatGPT 都拖低咗，都仍然有9.17分。阿趙博，你睇下啦，你喺段影片4次話我攻擊人哋，嗱而家拆解咗一個啦，我冇攻擊吳志森。我可以出多2條影片，重新將佢啲嘢擺出嚟，重新將阿蕭生擺多次出嚟。橫掂我都未評論佢嗰段影片，我即係上次講佢啲留言，sorry唔係留言，即係佢啲網友嘅留言，分析嗰啲留言，亦都唔係分析蕭生嗰段片，點能夠話我攻擊佢咧？咁至於呢個徐少華先生，我可以出咗條片，重新分析多次，睇下 ChatGPT 點3個 AI 點樣評價我有冇攻擊佢。OK，咁咧就由於咧就3個 AI 都俾咗分啦嚇，我就將3個 AI 嘅評價俾咗3個 AI 分別同我做一個綜合嘅評論，睇下3個撈埋一齊得出咩結果，梗係好結果啦，係咪 ？OK 嗱，呢個咧就係我交俾呢個AI， 我今日讀呢一個啦，讀其中一個啦，唔好3個讀晒啦。我讀呢個 Crop 對我綜合嘅評論。嗱，分析方法，本報告將3份 AI 報告進行交叉比對，重點驗證。OK， 用呢樣嘢引述段落，呢個同個人評論段落是否清晰區分，是否存在人身攻擊與扭曲原意，法律概念有冇錯，語氣同頻率嘅統計語境還原嘅準確性，3個報告一齊做一個分析啊！咁啊，公平性同公正性，3份報告一致認為影片沒有刻意截斷吳志森嘅語境，我忠實還原佢嘅語境，沒有捏造內容，沒有妖魔化動機。你多次承認吳志森部分論點正確，唔係一面倒話佢錯，佢有啲係啱嘅。並明確表達尊重對方，友好討論。OK， 咁咧就是否有人身攻擊啦？3份報告完全一致。你即係我啦嚇，從未稱吳志森為發盲。阿趙博，你今日話咗我4次話佢係發盲。話佢哋啦，當然包括吳志森啦。你可唔可以就你講過嘅言論收回佢咧？我冇講過啊。OK， 發盲一詞完全用於反駁或者反諷，唯一較為詞彙針對論述手法就係關於我提過過火，話吳志森嘅言論有啲過火，有情緒宣泄。都係針對論述嘅手法，而非針對個人。呢度我攞咗近乎滿分，10分攞9.7分。論述嚴謹度，3份報告均肯定我嘅論述係強項。AI 講㗎嚇，精準區分法律授權解釋同埋違憲。我準備將你講嗰啲交俾 AI 分析一次，我希望你接受，係咪？係咯，接受 AI 分析，3個 AI 一齊分析，睇你講嘅嘢究竟有冇 AI 認為你嗰個分析個嚴謹度點樣？以6-3分裂判決證明存在合理法理嘅分歧，你就話6-3代表佢哋求全同意係咪啊？咁上下啦嚇，話佢哋即係希望唔好乜乜咁樣，佢哋係分裂緊㗎啲意見，指出判詞未使用違憲字眼。並強調特朗普事後轉用其他
法定途徑尊重判決咁啊，呢個較易受到挑戰嘅地方，呢個係 ChatGPT 指出嘅。特朗普沒有這個意思，略帶動機判斷。咁呢度咧係10分俾8.7分，因為 ChatGPT 認為我真係有少少唔公道，所以跌到有得8.7分。整體中肯度3份報告共同結論係影片呈現冷靜、結構清晰、就事論事嘅風格，屬於法律技術型嘅評論，而非情緒對抗。阿趙博信 AI 啦，佢真係對我做得幾好啊！啲分析，所以要信咯，係咪？唔緊要，你唔信你下載我啲文字去做多次你嘅分析，我都歡迎你拍多段片，可以鞭撻下我。如果我有錯嘅話，即使面對對方強烈標籤化嘅語言，你未對等反擊，即係講我嚇，反而用數據與原文還原，提升討論層次。OK， 咁呢個咧就結論啦。3個 AI、ChatGPT、Gemini 同呢個 Crop 對你嘅影片評價高度一致，總合平均係10分，攞到9.2分，所有撈埋屬優秀水準。我哇好開心啊嘛！影片成功維持慎思明辨嘅頻道定位，沒有任何低級人身攻擊。趙博聽下啦，沒有反過來標籤吳志森，將情緒化標籤轉化為法理討論嘅切入點，這是一次高質量嘅同行理性回應，遠高於一般政論影片的平均水平。建議唔講啦，建議啊，梗係唔益大家啦。佢俾我建議。OK， 嗱呢條片咧就清清楚楚咧，就攞3個 AI 好公道嘅，佢係唔會偏幫我噶嘛，係咪？攞3個 AI 同我將我嘅 script 同埋吳志森 script 撈埋一齊，交俾佢哋做一個公正嘅評判。一個驚佢偏幫我，2個、3個一齊做，再將佢哋意見綜合埋一齊，結果我係冇任何攻擊人哋。嗱，趙邦，我就係冇乜要求嘅啫。我希望你能夠收翻吳志森同埋蕭若元收翻你喺影片裏邊對我講嗰4次話我。美國法院冇咁講過，鬧佢哋係發盲，我完全冇講過。咁至於佢仲周圍真係攻擊人哋，我有冇出曲解話人哋發盲？嗱，大家又唔同意見唔緊要嘅。但係你指控人哋係發盲喎，徐少華、喂，唔係淨係蕭若元咧，我就認為冇。但係今日呢條第一條片啫，我就邏輯好清楚喎，呢個係清楚呈現俾你知，我冇攻擊吳志森。所以你認為咁我就覺得咁樣不能諒解啦。認為需要嘅話咧，我做埋嗰另外2條交俾 AI 互相討論嘅，分析。但係你立亂指控人哋係發盲，咁所以咧，如果你認為我冇攻擊吳志森嘅話咧，有同樣嘅意見。你就唔該收翻你今日嘅言論，起碼收翻1/3。識歷史喎嚇 ，OK 咁另外咧，由於我覺得我受到攻擊有啲有啲覺得係有少少自己唔係親粉啫喎，脆弱嘅心靈受到打擊。我覺得你我覺得你應該請我飲翻杯咖啡啦。即係無論喺你屋企附近嘅 Starbucks 又好，或者去你屋企飲我都 OK 噶。我覺得你應該請我飲翻杯咖啡就呢件事。OK， 咁啊都唔重要。我希望各位網友可以去我 Facebook 嗰個慎思明辨嗰個 fan page 嗰度留言，打張卡，留個足跡，然後就喺嗰度大家可以，即係有啲時間咧，我連片都唔得閒拍嘅話，我就咁擺文字上高，咁啊算啦。我又冇開 Patreon 係咪？開 Patreon 大家要科款俾我啦嘛。咁啊暫時我冇開 Patreon，我有時有啲稿我直接將 script 擺上高，俾大家睇文字都可以，好嘛 ？OK， 咁啊就呢條片啊分享到此為止啦。我覺得聲都沙晒今日啦。咁啊 anyway 咁啊係咯，係咁樣啦。喂，趙博真係啊，清清楚楚，我冇鬧過人哋。冇話過人哋係發盲，發盲係阿森爺講嘅啫。你喺影片裏面話咗我4次，都係嗰句唔該你收翻你嘅言論。OK， 至於究竟關於其他阿趙博嗰個影片嗰啲咧，我有陸續嘅回應嘅。OK， 關於呢個媒體嗰啲嘢，咁我當然我有回應啦，係咪？咁啊，大家留言講下你想唔想盡快聽我？究竟你想我究竟係分析啊？我有冇攻擊啊？蕭若元，我有冇攻擊啊？呢個徐少華，抑或想我首先
同阿趙博再澄清佢段影片話我嘅其他嘢咧，咁啊優先次序，大家留言講下啦，我睇下我拍邊啲先咯。一晚只能夠拍一條片啊，我唔能夠拍得多啊。你哋話俾我知你想聽邊樣嘢先，我就拍邊樣嘢先啦。好吧 ，OK，分享到此為止，拜拜。40幾分鐘嗰條片真係黐線啊！